4个涂油的白鼠链，还有超高概率出50D 的黑掌。自从上次测了双瓦猎手，兄弟们的脑洞就止不住了。既然你想看，那老瓦就去测。先看挣扎呐喊项链，在流放1里有先涂油再改变底子保留涂油的机制，那流放2会有吗？开始测试，先给项链随便涂2个油，然后双瓦一下。事实证明，在流放2里这个套路行不通。再看暗金权杖，黑掌正常是通过单瓦这3种权杖得来的，那么双瓦能瓦出来吗？而且暗金权杖去掉一个攻坚掉落的，一共才6个，概率会不会比单瓦还要高呢？搞100个权杖，我们开测瓦到接近50个的时候，事情开始不对劲了。怎么都是这2种权杖，没有巴掌啊？难道 GGG 把这4个巴掌单独分为一类了吗？于是我又搞了10个巴掌，结果依旧是这2个权杖。分类没有问题，那可能只是巴掌的出现概率非常的低。既然买都买了，那就继续瓦完。最终只出了2个完全不值钱的巴掌。事实证明，从概率和成本方面考虑，想要黑掌还是去单瓦这3种巴掌更合适。还想看瓦什么装备？欢迎留言，老瓦给兄弟们安排。